继续关心选举，民众党郭文哲昨昏是去南门市场拜票，针对农地租人做停车场这个争议，伊强调讲会赶紧复原，而且讲要把租金全部拢捐出来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即马是启动环岛的道路系列造势，伊要去各县市提出在地发展计划。也那国民党侯友宜是提出伊的两化政策，伊宣示讲，伊就职了后1年内会甲中国恢复沟通。 挂手头亲身体验成员高矮做法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2日后透出，到家己台北市长任内，动工改建的南门市场拜票，为咗打响热情欢迎，搁送粽祝福伊保重。不过伊最近互人逼空，名下新德市农用土地租人做停车场，郭文哲讲会赶紧把红毛图扣掉，收到租金嘛愿意捐出来。 作为那个游览车停车场用，是最近这2年多才该补所得税的要补，我会捐出来没问题。我还拜托那个黄国昌找一个律师，你知道来处理。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是开始环岛造势，以军兴台湾国家建设计划做主题。头一天连走宜华东、屏东4县市，所来要到各县市提出在地发展愿景，依据每一个地方的特色、资源及发展定位。 来投入建设经费，由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。对予人议论的万里古厝，赖清德表明高府工业信托来做炭坑工人生活纪念馆使用，国安局的地形公扫也因为安尼撤收。予人这个倒税部分，赖经办表示已经依法缴清地价税，房屋税也已经申请税籍。新北市财政局正式收件，一直现勘核算了后，追交5年的税金。 也是国民党侯友宜回访不名区新北市，甲党内立委候选人斗战声，召开两化政策记者会，提出2目标、3监督、4战略，注定未来两化对话爱先讲人权的问题。海基海协联系机制，杜绝台湾民众被无理的盘问、留住跟骚扰。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以后，逐步推动下一个两岸的贸易谈判。 不过，中国同一天宣布停止액化部分产品关税减量，侯友宜认为安尼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，呼吁赶紧展开协商机制，解决无益的争论。伊也宣示，民主党选就职1年内一定会完成两化协议监督条例立法，搁展开海基海峡两会对话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